最近嘅美伊戰爭啊，都令到港美股咧正式進入一個長期嘅下跌浪啊。咁我哋喺3個禮拜之前咧，已經同大家分享咗啦，我自己已經大幅清倉咗股票嘅倉位啦，同埋亦都不斷出片提醒大家啦，呢次嘅大跌唔係短期嘅跌浪嚟。咁我哋而家咧都非常之有耐心啦，都等待呢個見底嘅機會啦。所以呢條片咧，我就會同大家分享下啦，恒指咧有機會見底嘅位置係乜嘢位置啦？咁我哋會喺呢啲位置咧，如果壞消息出盡嘅話咧，就會分批去到撈底一啲優質股嘅喎。如果你都可以喺呢啲位置度撈底啲優質嘅股票嘅話咧，分分鐘咧呢個係你一個財富暴增嘅機會喎。除此之外啦，我哋亦都會同大家分享下黃金啦。點解黃金咧會喺戰爭嘅情況之下出現暴跌咧？係唔係一波嘅機會咧？最後啦，亦都會同大家分享下啦，一啲逆市上升嘅強勢股啊。咁呢啲股票咧喺跌市嘅情況之下咧，仍然保持強勢啊。咁我哋自己咧都會留意會唔會有啲短線嘅交易機會啦。同時間，如果個市況真係轉好咗嘅話咧，呢啲股票咧往往咧都係領先去到跑出嘅。咁所以如果大家都唔想錯過以上咁精彩嘅內容嘅話咧，呢條片一定要睇到最後啦。好啦，咁首先我哋同大家分析下個大盤先。咁好多朋友仔問啦，呢一刻咧其實股市見底未咧？OK，咁我哋其實好重要一個因素咧，就係睇翻個油價，因為而家咧油價咧長期都係100蚊樓上同埋90幾蚊嘅一個區間啦。咁其實對於全球嗰個通脹嚟講咧係非常之大嘅影響啊，因為咧咁油價上升咧意味住所有嘅運費咧都會上升啊，因為大家用緊嘅所有嘅產品咧都係經過海運啦、空運啦或者地運去到運輸嘅，咁所以咧所有嘅產品咧都因為運費嘅上升咧個價格都會提升啊，導致到整體通脹都會上升啊。OK，咁如果伴隨住經濟唔係增長緊嘅，係一個衰退緊嘅情況之下，再加埋呢個通脹出現咧，咁呢個咧就好大鑊，就會形成一個滯脹嘅風險啦。咁社會經濟都會非常之不穩定啊。咁所以咧，美聯儲咧為咗壓低呢個通脹咧，其實就會改變過去嘅減息預期啦，變到唔再減息啦，甚至乎可能會加息啊。咁呢個情況之下咧，佢哋咧嘅一啲風險資產咧就會全部都向下調啊，包括美股嘅一啲科技股啦，一啲即係一啲借貸比較高嘅公司啦，OK 都會向下回調啊。咁所以咧定價嚟講咧，因為港股嘅好多公司咧都跟隨美股嘅股票去定價，咁所以跟住嚟港股咧好多股票咧都係過去跌咗咁多咧，其實就係呢個嘅核心原因啦。咁所以如果油價咧係長期喺高位嘅話咧，對經濟嘅影響咧其實係越嚟越大啊，越拖得耐嘅話咧，對於全球經濟嘅影響啦，同埋通脹嘅影響咧都越嚟越大啊。咁所以咧，一日油價未回落嘅話咧，其實股市咧都好難去到見底。咁另一個值得大家留意嘅指標咧，就係呢個3年期同埋10年期國債之間嘅一個比較啊。咁我哋見到咧，其實過去幾年咧都係出咗一個倒掛嘅情況啊。咁我哋見到3年期國債咧係不斷個腰係向上升啦，10年期係不斷向下跌啊。咁而最近咧更加出現咗一個情況，就係3年期國債開始回落，咁而10年期國債咧就開始回升。咁往往咧出現呢個信號之後咧，我哋見到衰退嘅情況係出現嘅，包括2020年啦、2008年啦，之後科技股爆破啦，OK，亦都係同時間出現過。咁當然呢一刻嚟講咧，仍然都未步入衰退嘅，因為咧好多嘅一啲數據都未出啦。咁但係咧，股市見底咧，往往都係衰退去到最極端嘅情況、最恐懼嘅情況之下咧，股市先會見底嘅。咁恒指到底乜嘢位置會見底咧？我會留意嘅位喺邊度啦。當然我冇水晶球，我唔會100%知道邊個位置係底嘅，而我有嘅係我有一個策略啦。OK，如果落到一啲關鍵位置啦，咁我會睇翻當刻嘅一個基本面嘅情況啦，然之後睇翻啲數據啦，會係落嘅注碼咧，係控制翻我嘅風險啊。咁所以咧，我會留意嘅位置咧，總共有3個有可能見底嘅位置啦。咁綜合翻而家嘅一個基本面情況嚟講啦，咁其實恒指而家仲係一個下降格局啊。咁我哋咧望翻咧向下，上個禮拜都講咗支持位大概23,000點左右啦。呢個咧就係恒指嘅 channel 嘅
一個支持位置嚟㗎，channel 底啦，同埋一個 K chain 嘅支持位。咁我覺得咧，落到呢個位置嘅機會咧，都係相當之大。同時間咧，呢個都係0.382嘅支持位，OK，咁我會積極留意呢個位置，會唔會基本面都係改善咗啦？OK，再加埋股票嘅估值係咪去到極值嘅？OK，咁第二個位置咧就係0.5呢個階段啦，呢個就係一個 Fibonacci 嘅0.5嘅關鍵支持位啦。OK，咁呢個咧亦都係會有喺17年嘅時候咧，係一個叫做突破拉回嘅位置嚟嘅。係啦，咁啊，亦都係啦，過去亦都係會有一啲嘅叫做蟹貨區喺呢一邊啦。OK，咁所以0.5咧，Fibonacci 亦都係一個關鍵嘅留意嘅位置啦。咁而最終極好可能係最極端嘅情況之下咧，恒指會落到嘅位咧就係19,700呢個0.618嘅Fibonacci 嘅一個大升市嘅一個回調位置。OK，咁所以咧呢三個位置咧，我會積極關注。如果真係落到去嘅，跟住個基本面係真係去到最差、最恐慌，個個都唔玩股票嘅時候咧，咁呢啲咧位置咧，我就會分批去到吸納一啲優質股啦。咁我哋喺3個禮拜之前啦，已經係大幅清倉咗股票啊。咁當時亦都拍咗唔少嘅 YouTube 片啦，提醒大家點解我清倉嘅原因啦。我哋都幫助咗唔少網友啦，都成功避開咗呢次嘅跌市啊。咁我哋而家呢刻咧都係積極啦，係等緊機會啦，同埋積極去到研究股票。咁希望咧再次把握多次咧喺低位撈貨機會啦，因為我哋喺2020年股災嘅低位裏面咧，成功撈底咗一啲優質嘅股票啦，令到我賺到人生嘅第一桶金啊！咁之後啦，我哋亦都帶到唔少嘅朋友啦，喺中長線部署嗰度咧，都賺過7位數字嘅金額。譬如因為 ChanTK 啦，賺咗過百萬嘅利潤啦；另一位朋友仔啦，阿 Ray 啦，連續2年啦，長線倉位係獲利7位數啊！咁另一位學生朋友啦，Karen 啦，係賺咗82萬嘅港幣啊！咁除此之外啦，最近亦都有唔少嘅例子啦，學生朋友係 show 翻俾我啊。咁所以如果大家咧都希望啦，同我哋一齊去把握未來嘅撈底嘅機會啦，想知道我完整嘅撈底策略啦、選股名單啦，同埋我哋點樣去篩選股票嘅話咧，咁嚟緊咧我哋有一場 K-Shark 撈底爆升股嘅免費分享會啊。咁除咗啦，我會同大家分享我嘅選股策略啦、買入同賣出嘅一個系統之外啦，我亦都會同大家分享下啦，未來啦半年見底嘅話，我最睇好嘅投資機會係啲乜嘢啦，同埋咧亦都希望幫助大家咧可以脫離長期輸家嘅命運啦，令到大家咧可以成為下一波牛市嘅贏家。咁所以如果你都唔想錯過以上嘅內容嘅話咧，記得一定要掃翻呢個 QR code 啦，或者喺 description box 嗰度啦 click 翻條 link 報翻名啦。咁除咗股票分享會之外啦，我哋亦都有一場期權嘅分享會啊。如果你本金係比較細啦，或者你係希望除咗用股票收息之外，想喺期權額外創造多筆嘅收入嘅話咧，咁呢個分享會大家絕對唔好錯過啊！因為期權咧係一個可以叫做倍化回報嘅工具啦。過去啦，我自己用期權啦，喺好多間公司裏面都賺取緊倍化嘅回報，包括啦富途啦，OK，喺一段升浪裏面咧係可以去到幾倍嘅回報啊，甚至乎有一間比較普通嘅公司可口可樂啦。講緊股價只不過由50幾蚊升到70幾蚊啦，但係我哋個期權利潤咧足足超過5倍啊！咁我減倉之後咧有超過2000% 嘅回報啊！OK，咁亦都係啦，我曾經亦都撈底過呢個美團啦，喺2020年嘅時候咧1萬蚊啦係變咗10萬蚊嘅本金啊！咁所以咧，如果你都希望掌握一套本小利大嘅一個投機嘅方法，同埋亦都係啦，我哋期權亦都可以創造一個穩定嘅現金流啊！咁我哋有位朋友咧，每個月咧透過期權咧係賺緊有6位數嘅利潤啦。OK，咁佢亦都喺上個禮拜咧，亦都同我哋親身去到分享佢係點樣做到。咁而當中嘅技巧同工具啦，我就擺咗一個呢個免費分享會裏面啦。如果大家都想學翻嘅，記得都去掃翻 QR code 同埋喺 description box 度 click 翻條 link 報翻名啦。希望到時見到大家啦。咁最近咧，黃金出現一波嘅大跌啦，咁啊都打咗個8折啊！咁好多朋友問點黃金唔係一個避險資產咧？點解
黃金打仗反而會跌咧？咁其實主要原因咧就係因為個息口嘅原因啊，因為美聯儲喺呢個3月嘅一個會議之後啦，咁就將個利率嘅預期咧大幅減到26年只係減一次息啦，OK，轉向呢個鷹派啊。咁對於一啲零息嘅資產，黃金係構成壓力啦，OK，咁同埋咧嗰個實際年利率啦，10年期嘅國庫債券咧開始回升啊，咁令到美債相對黃金更加有吸引力啦，因為資金係會追逐啲有息資產多過好似黃金啲冇利息嘅資產嘅，OK。咁第二個原因咧就係因為個泡沫化急升之後咧，個技術性修正嘅原因啊，係導致佢大跌啊。咁大家都知道25、26年啦，金價係升咗超過60%啊，OK。咁有啲人揸緊嘅倉位咧，由23年開始揸緊咧，係去到翻倍啊，OK。咁啊，市場上咧都出現咗一個即係黃金嘅泡沫嘅情況啦。咁所以技術性層面嚟講咧，如果急升之後咧，一旦出現啲急回嘅話咧，就會觸發一啲程式嘅止損啦，OK，同埋槓桿部分嘅平倉啦，令到呢個平倉潮出現啊，就會形成一啲裂口低開嘅情況啦，OK。咁所以呢個都係黃金咧最近跌得特別多嘅一個核心嘅原因。咁黃金嘅牛市係咪真係完結咧？咁我哋要睇翻3個最核心嘅因素啊，OK，咁就係美國嘅一個財政赤字壓力啦，係咪仲係有緊啦？同埋地緣政治嘅穩唔穩定啦，OK，咁有冇一個避險嘅需求啦？同埋各個央行有冇個多元配置嘅剛性需求？咁我哋逐個同大家拆解下啦，OK。咁首先咧就係呢個美國財政赤字啦，咁。而我哋見到咧，美國咧喺2026啦個財政赤字咧，仍然都係1.9兆嘅美元啊，佔 GDP 咧係5.8%啊。咁2036年啦，呢個債務將會升到佔 GDP 嘅120%啊。OK，咁遠超戰後嘅歷史高點啊，反映緊咧仍然咧個赤字係非常之嚴重啊。OK，咁啊，亦都係啦，市場上對於美債嗰個信心咧越嚟越低咁，所以咧佢哋都會擺多啲錢啦，係去到黃金嗰度咧，係去到避險啊，而唔會長期買入呢個美國國債啦。OK，咁第二個原因咧就係地緣政治嘅碎片化啦。咁而我哋見到咧近年唔單止地緣政治冇少到啦，反而越嚟越多啊，包括俄烏戰爭啦、中東啦、台海、印巴啊、南海啊，令到全球進入呢個多點衝突嘅一個狀態啦。咁亦都有啲研究報告指出啦，大型衝突期間咧，黃金通常會有15%至30%嘅風險溢價，地緣政治風險溢價，極端嘅情況可以去到50%啊，OK，咁所以反映緊咧市場對尾部風險嘅定價。OK，咁第二樣嘢就係世界各個央行同埋國營機構咧，已經將地緣政治視為常態啦。咁啊，好多一啲叫做 Kiko 嘅報告咧，都指出2025、2026地緣政治嘅不確定性仍然非常之高啦。咁就算金價係短期回調，避險需求仍然喺噪音裡面啦，支撐下一步嘅升浪啊。OK，咁第三點咧就係見到全球嘅央行咧都傾向多元配置啊。OK，咁2019年嚟啦，全球央行都加碼買黃金啦。喺2024年，央行已經佔全球黃金總需求量嘅21%啦，比2019年係上升10個百分點啊。咁顯示翻咧，官方嘅儲備配置已經變成黃金牛市嘅剛性支撐之一啦。OK，咁20%都係一啲全球央行去度買啊。咁同埋咧喺2025年嘅8月左右啦。OK，咁外國央行持有黃金嘅總額係首次超過美債啦。咁而且每3年官方淨額都買超過1000噸。OK，咁央行明確將黃金視為政治中立、去美元化嘅戰略資產啦。咁所以呢波嘅大跌咧，我哋認為咧，好可能係一個分批去吸納嘅機會啦。咁所以咧，我哋自己咧喺上個禮拜3月25號嘅時候咧，同埋22號嘅時候咧，都分別咧係吸納咗少量嘅黃金啦。OK，咁所以呢個咧都係我哋喺逆市之下咧，作為其中一 part 嘅一個風險部署嘅一個操作啊。咁不如我哋睇埋技術面啦，點解我係會買入黃金？咁我哋點解會買黃金咧？咁就係因為最近技術面咧都出現咗個雙重確認嘅支持啊。OK，咁黃金咧唔單止係中長線嘅一個支持位2960蚊嘅時候咧，SPDR
DR 金啦2840係有一個支持力度喺度，同埋有一個反彈啦，同時間出咗 buy 嘅信號啊，OK，咁呢個咧係反映緊我哋有超過6個指標咧都見到黃金係有一個短期見底嘅機會啦，OK，咁所以咧呢個位置咧我哋就分批去到買入啦，OK，咁我哋大概咧入咗2注左右啊，咁而家嚟講咧我哋短暫咧個止損位咧就會 set 喺大概呢個位置啦。3125點左右啦，OK，咁所以如果佢一浪高過一浪慢慢上嘅話咧，咁我哋向上望咧都會望翻3439呢個位置嘅，OK，咁所以咧黃金咧暫時嚟講咧，都係有短期一個見底嘅跡象啦，同埋嚟緊啦，如果戰事繼續上去嘅話咧，我相信咧黃金咧都係會有一個避險嘅需求喺度嘅。好啦，咁跟住落嚟啦，都想同大家分享下一啲可以逆市跑贏嘅公司啊，喺大跌市嘅情況之下，仍然股價都可以好堅挺，甚至乎係逆市上升嘅公司。咁分別其中一間咧就係內銀板塊啦。咁我哋喺4間公司裏面揀咗中國銀行呢間同大家分享啊。咁4日之前咧都已經同大家去到講噶啦。OK，咁點解內銀股咧係唔會受呢個戰事嘅影響咧？會防守力比較強咧？咁原因係因為內銀嘅盈利咧主要靠呢個中國內需嘅信貸啦、本地息差同埋服務費為主嘅，所以咧打仗啊、芯片戰啊、OK 等等等等，同佢實際嘅信貸啊、資產質量係冇關係嘅，咁反而係對一啲出口股啊、科技股啊等等咧係會關係比較大啲啊，咁所以咧呢部分股票跌咗之後咧，咁最後咧。股災可能最後先去到銀行股先會再跌嘅，同埋跌嘅幅度咧都會少好多，OK？咁再加上咧2026啦、2026年呢個時刻嘅銀行估值係超級低啊，譬如中國銀行嘅 PB 咧大概都係0.5左右啊，咁即係話你用1蚊嘅價錢咧可以買到2蚊嘅資產喎，所以咧好唔少嘅分析認為而家個股價咧已經 discount 咗唔少嘅壞消息啦，股價已經有一定嘅防禦性啊，所以就算市場因為戰爭而要風險迴避啦，咁內銀往往都係成為低估值、高股息嘅避險選項之一啦。咁所以咧，大家可以見到啦，我哋上次講完呢個中國銀行之後咧，股價咧都升咗大概3%啊，咁啊，亦都係突破咗呢個前頂啦。咁所以咧，其實中國銀行咧，如果佢係喺呢度啦，有一個拉回嘅情況啦，拉翻落呢個平台位置嘅情況之下咧，我哋認為咧，仍然都係可以有啲買入嘅機會嘅。OK，咁當然啦，呢個咧只限於短線啊。咁如果經濟衰退咧，燒到去中國嘅經濟都受到影響嘅話咧，銀行股咧其實都係無可幸免嘅喎。咁所以大家要留意呢一個風險啦。咁但係如果短線之內啦，可以回到去4個7左右呢個位置啦，好可能有少量嘅一啲買入嘅空間，大家可以留意呢啲機會嘅，OK，咁但係都係要定一個叫止損啦，去到操作嘅。另外一間咧，稍為高風險少少、波動率比較大嘅交易機會咧，就係 Minimax 啊。咁呢間公司咧。我哋都見到最近都係受惠嘅原因就係因為 AI agent 嘅興起咧，都令到一啲做 AI 大腦嘅公司、做 AI 模型嘅公司 Minimax 咧係受惠啊。咁你見到咧，其實最近股價咧都係長期跑贏大市，長期喺25天線之上啦，喺 K Chain 之上啦。咁而最近亦都係啦，成功踩翻25天線有個右側嘅。咁而我哋再細分啲睇翻1小時圖，比較微觀少少層面啦。咁啱啱好右側嘅時候咧，其實佢嗰陣時已經出咗個 buy 嘅息。啱啱好咧就踩住咗呢一個趨勢線嘅低位咧，同時間咧亦都中咗我哋好多嘅技術分析信號，所以穿出 buy 啦。咁所以呢度咧係一個幾靚嘅買入位嚟嘅。OK，咁現價咧，如果你揸到依家都有7%嘅利潤啊，睇到呢個信號買入嘅話，OK。咁而咧向上空間啦，我哋日線圖嚟計咧，其實有可能浪翻1094左右呢啲位置先到頂。咁而喺呢個小時圖裏面咧，亦都係佢向上咧有機會都係大概呢啲位啊1102左右呢個先係到一個阻力嘅，咁所以仲有一個嘅空間喺度。不過而家做嘅話咧，個值博率咧就相對出信號之前咧係低咗啦。OK，咁所以如果大家真係想做嘅，可以等下一次，等佢升完啦，跟住再拉翻落去呢一度啦。OK，咁先去做，即係大概係952蚊呢啲 range 落翻去。
落多次啦，呢個趨勢浪98.4蚊呢啲 range 嗰度咧見底嘅時候再做會好啲啦。OK，咁所以呢個咧都係我哋嚟緊啦，下個禮拜會留意嘅交易機會。咁除咗係以上嘅股票之外啦，咁我哋自己咧亦都會關注一啲不嬲都有trade 開嘅股票啦。咁譬如啦喺港交所裏面啦，我哋喺3小時圖裏面見到佢喺我哋自己研發嘅指標裏面咧都出咗一啲買入嘅息路啊。OK，咁分別出咗4次啦。咁如果你每次買入當一次止蝕啦，OK，呢一次係穿咗底止蝕嘅，蝕咗1%嘅。咁而其餘嗰幾次咧，分別係賺3%啦、5%同埋4%啊。咁個賺賠比咧都有唔少嘅1:3左右個賺賠比嘅。OK，咁同時間咧個贏面啦，喺一啲波幅嘅區間咧係可以去到7-8成左右噶。咁所以咧都幫到唔少嘅朋友喺短線交易裏面咧，過去呢幾個禮拜咧都做到非常之好嘅成績。咁所以如果大家咧都想知道點樣去攞翻呢套工具啦，同埋都想知道我哋嘅撈貨策略嘅話咧，記得嚟緊嘅2個分享會咧，大家就千祈唔好錯過，記得可以掃翻 QR code 啦，或者喺 description box 嗰度 click 翻呢2條 link 去到報翻名啦。希望到時見到大家。咁我哋今日嘅分享去呢度，我哋下次再見。